2025年，閱書堂12歲啦！我哋特別為每位學生準備咗閱書堂吉祥物鎖匙扣。今年閱書堂網上書店都正式開售啦！閱書堂專為3歲到初小嘅小朋友設計咗一系列趣味寫字小練習，幫助小朋友更有趣咁學習寫字。同時，我哋喺閱書堂社交媒體上亦都製作咗一系列嘅鍛鍊小手機遊戲，有興趣嘅家長可以前往觀看。2025年，閱書堂更新咗一張全新嘅情緒卡，特別添加咗家長版，唔單止係中心嘅小朋友可以領取，中心亦都特別為校外嘅家長提供咗上門領取同埋郵遞嘅名額，幫助家長同埋小朋友建立溝通嘅橋樑。中心亦都喺自學時間舉辦咗好多有趣嘅活動，鼓勵學生們多啲分享自己嘅情緒。2025年3月開始，閱書堂嘅社交媒體上面增添咗閱報，開始每月定時更新學生們嘅成長，俾家長一齊見證學生嘅進步同努力。每逢節日，閱書堂都會為小朋友設計一個小活動，俾小朋友可以通過手工活動增加小朋友對節日嘅認識。喺2025農曆新年，閱書堂同小朋友製作咗大風車，小朋友都樂在其中。而喺母親節同父親節，中心都向小朋友派發賀卡，俾小朋友對爸爸媽媽展露愛意。喺中秋節嘅時候，閱書堂都向小朋友派發咗燈籠。而喺聖誕節，老師都親手寫咗聖誕卡並寄俾小朋友。閱書堂今年都舉辦咗1年1度嘅聖誕派對，透過話劇同埋遊戲，小朋友都增加咗對同理心嘅認識。如果想知更多資訊，咁就快啲上閱書堂嘅社交媒體關注我哋啦！